台语文康榜，咱要来关心的是，即马为着要响应文化部推动的台语家庭计划，所以这关怀文教基金会呢，是来邀请到台湾台语路协会的郭德斌老师，分享安怎互囡仔人轻松来学台语，嘛用佚佗的方式，互民众熟悉这台语发展的过程，来建立对母语的认同感。 最近，台语歌手李德新的法式台语歌趣味发音引起侪侪讨论。这节课嘛用台语南法语来教课，互囡仔人对青春未晓讲的语言有兴趣。透过耍游戏的过程，开喙讲台语，发现语言趣味的所在。法语的故事听无，不过我会当对内底的图，也是老师的动作甲表情来去诱讲老师到底在讲啥。为着响应文化部推动的台语家庭计划，培养下一代的母语意识，关怀文教基金会邀请台语路协会老师来上台语意识培育。老师表示，为咗人感觉台文甲拼音真歹学起，伊用法语做例，甲大家讲学语言的过程，听无看无不要紧，甲开嘴讲才是上要紧的。若是讲头一摆来参加的人，应该会有淡薄仔困难。但是我感觉老师用足趣味的方式，互阮较简单去记，嘛袂感觉足无聊安尼。真正有意识来讲，对囡仔讲台语这件代志是最重要的。啊，毋过这个意识的代志其实无遐尼简单，讲一摆两摆的活动都会当放入去每一个人的心肝内。其实即马上大的问题，可能是大家袂关心对囡仔讲台语的这件代志。老师指出，伊发现来上课的囡仔其实拢听有台语，但是私底下的生活语言也是华语为主，安尼就失去上自然学台语的环境。若正经要推崇台语，大人一定爱惯势对少年辈讲台语，才真正会当互台语有传承，袂断根。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。